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来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无偏待人。真侪人对伫以色列有即个选民的身份表达了真大的不满啦吼。甚至有个人搁偏激的否认旧约、拒绝旧约的即种的信仰态度。但是坦白讲，安尼的做法并无法度改变事实，也无法度互家己来成做一个上早的选民，甚至会互家己对圣经的了解会通讲是完全的偏激。如果咱会当用约瑟共款的迄种的态度来看清楚这个事实的时阵，也是讲将遮的所有发生的代志，拢当作是上帝的旨意。那安尼，基督徒也是讲现代基督徒，就会通亲像旧约所提到遮以色列选民共款共一样会来得到福气。若无，咱就会诚做甲犹太人共款，诚做迄个拒绝者。咱有看见约瑟，伊接受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佮进一步接受伊的阿兄对伊的歹。因为安尼，伊通互全家，无论是约瑟，是做歹的阿兄，也是因遮个人的老爸，甲因全家全部拢得到福气。我想今仔日个经文也互咱看到安尼的一个结果，就是讲因拢总生养济济，并且佫真强、真勇壮安尼吼。这互咱来想着起即个耶稣基督伫迄个葡萄园咧讲着聘工人的即个譬喻内底，伫马太福音20章，耶稣基督咧讲着天国的时阵，伊用葡萄园来做例，伫遮着做譬喻。伊讲以色列人会通讲是譬喻做迄个上大先受着聘请的即个工人。就是咱讲的上早期的选民啦吼，因大清早就已经进入伫咧葡萄园来工作，陆续有4批的人分别互人来雇用，进入伫这葡萄园来工作。检测咱会当甲早起9点的这第2批当作是即个初代教会的信徒。12点检测咱会当甲伊当作即个西方帝国殖民的国家，用殖民的方式，因将福音来广传。伫即个圣经中间咧讲着3点进入的人，检测咱会当甲想做讲殖民主义的下面透过安尼来认捌基督信仰的人。5点呢，可能就是咱遮个人已经诚做信主的外邦人，需要努力去传的对象，就是讲遐个还未信主的，检测是安尼吼。安尼概念其实就是圣经中间所咧甲咱讲的新的耶路撒冷、新的选民的概念。无论先来还是尾来，拢是天国的选民。所得到的工资就是永远的活命。可能犹太人，咱咧讲上透早入去遮个人，因未解明白，未解明白即个永远的活命呢，一个都有够无需要比人较济啦吼，因为更较济嘛无效吼。对遐个心理，对即个犹太人无爽快的买来的人。因也无清楚讲5点的永远袂当变做3点，3点的嘛袂当变做12点，12点的9点以早就已经过9点的嘛无法度倒转去到伫清早时。
所以咱无需要因为安尼来受气，也是讲来累志。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是慈悲怜悯的主。伫伊的园内，伊拢无偏待人，所有的人拢会当得到伊所享受的救恩。所以牧师定定咧提醒，毋通为着遐甲救恩无关的代志伫遐争论，加费心神，是无效的。咱应该加用一寡心神伫迄个会通互咱了解，也是讲会通互咱得救的代志顶悬。对于罗马书第2章的经文来看，咱看到保罗提醒罗马教会信徒毋通批评，毋通论断。头前一段是咱提到讲，这个选民法利赛人主义毋是上帝所欢喜的，因为因批评论断后来的人，却袂记即什么人才是园主。后壁入来这以色列这个人对以色列人先互人呼调，互上帝呼调，互上帝所选，感觉无公平。这嘛是因为心内的扰乱、无顺服的灵所产生的。因此，基督徒应该较济来读今仔日的罗马书的经文啦，吼。伊讲，伊要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伊。既若面烂行好，求阳光尊贵，甲袂败害的，将永远报伊。既若结党无趁真理来趁不义的，就有怨恨甲受气。患难甲困苦，伫拢总行歹的人，大生犹太，后来希尼尼，也阳光尊贵，平安到伫拢总行好的人，大生犹太，后来希尼，因为上帝无照外貌处人。中文的翻译讲，上帝无偏待人啦，上帝无偏待人，伊照伊家己的意思来判断、来想事，伊无凭着人的外表。当然，若毋是照着生来后尾到的，啥物人会较济？照着圣经不同的譬如，耶稣基督甲咱讲真清楚，亲像安尼，落尾的要做大生，大生的要做落尾，真有可能，因为咱已经信主，但是咱心内若硬的时阵，咱就变做落尾，嘛有可能单袂得着要爱看咱甲上帝关系是安怎？可能有人暂时摕袂到上帝的工资，因为因拒绝；可能有人永远甲主的救恩隔离啊。如果今仔日的经文，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第10节所讲的，也阳光尊贵平安，伫拢总行好的人，因为上帝无照外貌来看人。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明白伊所要甲咱传达的真理。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埃及记第1章第1到第7节、罗马书第2章第1到11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不偏待人。许多人为了表达对于以色列选民的身份表达那个不满，所以他们就采取否认旧约啦，甚至有一票人是拒绝相信旧约这样的信仰态度。但是坦白说，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改变事实，也无法让自己成为那个最早的选民，甚至会使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完全的偏颇。如果我们能够如同约瑟一样看清事实，就是那个上帝的旨意，那么基督徒，我牧师强调是现代的基督徒，就会如同旧约所提到的以色列选民一样的蒙福，没有差别。否则我们就可能成为那个拒绝者。那我们看到约瑟因为接受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进而他接受了哥哥们对他的恶，使得全家，无论是约瑟是作恶的哥哥们，或是他们的父亲以及他们的全家，全部都蒙福。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的记载，在出埃及记，他们都一样生养众多，并且都是强壮的啊。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举的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0章，耶稣基督在论及天国的时候，他以葡萄园为例子做了比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好像是被比喻的成为那个最先雇请的工人，他们一大清早呢就被雇聘，然后进入了葡萄园工作。那经文的记载，陆续后面有4批的人被雇用进入葡萄园工作，分别是9点。那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可能就是初代教会的信徒，无论是犹太基督徒或是外邦的基督徒了哈。那么12点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西方的帝国殖民国家啊。那他们以殖民的方式将福音广传了，到了全世界去了。那3点的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些因为殖民主义而有机会认识基督的信仰的人们。那么5点可能就是那一些还没有信主，是我们必须去努力传的对象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概念。或是说有一种新的选民的概念，无论先来后到，都是天国的选民，所得到的工资呢，也都是一样的永恒的生命。这一点是犹太人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永恒的生命不需要2个，也不要3个，多了也没有用，1个就够了。那些心里对犹太人很早就成为选民的人感到不舒服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是搞不清楚5点呢永远不会变成3点，3点也不能提早变12点，12点呢也早过了9点，9点也回不到清晨。所以我们不需要气馁，因为其实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怜悯慈爱的主。在他的原理，他都不偏待人，他都能够得到他所赐的救恩。所以牧师常常提醒我们，不要为了一些跟救恩没有关系的事情来辩论，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多费心在能够让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面。从罗马书第2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保罗提醒罗马教会的信徒不要批判啊，不要论断人啊。那么前一段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那些选民法利赛人，他们的法利赛主义并不是上帝所喜爱的，因为他们批评论断那些厚道的人怎么可以领比较多啊，跟我一样多啊，却忘记了谁才是原主。那么厚道的人呢，他们对于以色列的事先被呼召、被上帝所选而感到不平，基本上这是基于一些纷扰的心、不顺服的灵而产生的。因此，基督徒应当多读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2章，保罗的提醒与教导。保罗这样说：因为上帝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有些人恒心行善，追求从上帝来的尊贵、荣耀和不朽的生命，这样的人，上帝将以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至于那些自私、拒绝真理，反而随从不义的人，上帝的义愤和惩罚临到他们。所有作恶的人将逃不过患难和痛苦，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但是所有行善的人，他要赐给他们尊贵、荣耀和平安。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11节的结论说，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上帝不偏待人，但是他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来判断人、赏赐人。他不凭借着外表，也不是照先来后到的。圣经葡萄园的比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样那些居后的将要在先，在先的将要居后。这是马太福音第20章16节的经文。这个要端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就像今天罗马书的经文所写的一样。那可能有些人会暂时领不到工资因为他们拒绝。或许有些人就永远跟主的救恩隔绝了，因为他们心硬，他们不愿意柔软，不愿意悔改。就如同今天的经文第10节所说的，但是所有行善的人，他要赐给他们尊贵、荣耀和平安，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我们已经信主了，那么我们是选民了。那我们也不要怨前面的，也不要羡慕后面的，因为我们得的都是永恒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真理。